就是回来就好了。
平安。在这么冷的天气里，我们仍然能够到神的圣殿，神知道我们的心意。这么冷的天气，我们还能够起来有精神，坐在客厅，能够有一个准备的心来敬拜神，这个我们就是感谢神。至少我们活着就是见证，好不好？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进入这首歌，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哦，我们要来庆贺，来。欢呼赞美，让我们来欢呼，来庆贺，欢呼来庆贺，欢呼来庆贺那君王。让我们来欢呼，来庆贺，欢呼来庆贺，欢呼来庆贺那君王。大君王这么伟大，高高在上吗？其实他在这大宇宙中、穹苍当中这么伟大、这么大，但更伟大的是，他还在我们里面。他愿意谦卑，降生为一个小婴儿，就是这么伟大，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按照神的话语，我们来敬拜、来赞美他。我们一起来读，请。造天地的耶和华，我赞美你，因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感谢主，这么伟大。天，以前的人对宇宙就是天地还有海，主都包括了，更重要的是他与我们同在哦。这么谦卑，愿意你我说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每个人。所以我们说天上的父，也正因为他是以马内与我们同在的。亲爱的大家，我们要更敬畏神，因为我们在想什么，我们神其实都知道。所以我们其实得罪神，我们知道，或者我们不知道。但他给我们赦罪之恩，好不好？我们也来领受神给我们的应许。他的话语这样说，一起来读：上主有恩典，充满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他不永怀愤怒，他不按照我们的罪过惩罚我们，他不因我们的过犯报应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
好不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除了赞美，我们还来认我们的罪，恳求光照我们，使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需要回转归向神，好不好？我们开口来赞美，跟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恳求神来赦免。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我们要大声开口来赞美你。主，我们看到这个天，主啊，我们看到这个地，主啊，我们看到这个海里，主啊，还有我们看不见的。主，因为我们人这么有限，主啊，谢谢你，你造天地，主，你把那最好的给我们。主啊，特别是我们是按照你形象所造，原来是那么美好，但何以我们此时此刻，或者是我们曾经不美好？主啊，因为我们得罪你，主啊，谢谢你，主，你有赦罪之恩，要让人知道你是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创造人，创造地，创造万物。主啊，你也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在这待降节期再次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主，你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你为我们复活，你也为我们升天。如今，主，你差派那圣灵保惠师在我们里面，以致主啊，我们真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除了外在得罪你，我们内心更得罪你。人看外表，但主你看人的内心。主，请你原谅赦免我们那个不饶恕人，我们那个不能按照神你的标准来爱人来做事，我们离了你的，求神赦免。谢谢你有公义，有信实，有全能，赦免我们，因为你是信实。你说你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重新再来。谢谢你，每天早上，每一个主日的早上，你给我们重新的机会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这个人有的时候会不舒服，我们这个不只是身体啊，身心灵都一样。但不知道哪里不舒服、不对劲，对吧？我们的神知道，因为我们就像个小羊，我们常常会跟错人。我们看的有限，我们是一个大近视，我们看的是眼前，没有想到未来。但这位是牧者，他真的要赐给我们，不致缺乏。你疑问吗？我们或许说啊，我一无所有啦。音乐牧师要提醒我们，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我们是一无所缺。阿们吗？感谢主，让我们来读神的话语，一起来读，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些的需要，因为我们身心灵失去平衡，以致我们感觉不平安、不舒服。好不好？我们就来祷告，邀请这位神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我们将我们的忧虑写给神，神一定有办法。如今我们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一定有重要的原因。而这重要的原因，神没有现在让我们知道，或者是我们知道了。如果是我们错，赶快回转归向神。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位神有一天会知道。我们不用知道神是为什么，但我们只要知道神自己知道他要做什么，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需要，请你站起来，我们的牧长同工会到你旁边来为你来祷告，或者你就是把你的手按在你觉得你需要神同在的地方。我们1、2、3，来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需要的人，请你就站起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按照你给我们的信心，主啊，我们按照你的话语，我们来求告你。主啊，是的，你所赐给我们的是十足的平安。主啊，因为你的意念是赐给人平安的意念，但何以主啊，在这圣诞节期里，主啊，我们的心，主啊，我们的心，主啊，何以忧闷？主啊，我们的心何以愁苦？主啊，我们的心何以焦虑？主啊，我们的心就是没办法专心在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让你的灵来带领我们。主，我们恳求你赦
赦免，也带领。主啊，你赐福给我们身心灵，在你里面有十足的平安。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你的宝座前来宣告，主啊，你要来赐福于我们，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所有患难中所有的帮助。主，你拯救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主，不论我们在哪里，主啊，你有足够的保护跟资源要来供应我们。这看不见的病毒，这看不见世界的不属神的灵，不能来搅扰我们，因为主，我们是属于你的。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惧怕不在，让我们的身心灵可以很自在。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后，我们要为今天的主日，就是现在今天这个主日，我们要分别为圣，到神的面前专心寻求神。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就来领受神的话，一起请。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力量。阿们。神鼓励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我们心里有力量，那个就叫做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你现在世人看为是很不平安的时候，是患难的时候，是苦难的时候，但只要我们愿意求告神，神鼓励我们心里有力量，知道这事情一定会过去，上帝一定有办法，这就是喜乐，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自己认罪悔改在灵命，在跟神重新再整顿哦，也为今天是退休传道师身心灵健康可以恩典满满等一下第二场是我们的松大主日，有很多的福音朋友平常在我们这边，他们要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也为今天儿童牧区有洪桃梅老师幼儿有刘斐如老师的亲子的活动，为志工今天下午的训练，我们也很多志工都不是基督徒，不是我们教会会友，是福音朋友也为这样的训练以及晚上的聚会，求神来带领我们也为总务部求神来看顾来让这个整个不管什么事情单一共总务工单一很多总务啦什么他都要做就对了所以我们恳求让他们身心灵健康，忠心静止在神的面前，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请起立，为我们自己预备，我们要来朝见神，也为我们的教会神所设立的迦南基督长老教会，以及我们刚刚所提的，我们一起来祷告，1、2、3，起！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就在今天早上，主啊，此时此刻，主啊，你的灵充满我们，主啊，我们在被你所吸引，主啊，因为我们单单来仰望你，主，让我们的心，主啊，就归向你，主，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主啊，我们若不属于你，我们整颗心就是漂泊飘荡的，主啊，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主你的圣殿里，主，我们定义，主，我们要来寻求你，主啊，也求神你带领教会的同工，我们刚才说这个提名的，特别是总务以及教会今天整天的活动，主啊，整天的福音的这个样子的讯息，主就要进入人的心，恳求圣灵来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也要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他正在考虑这事。主的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后代约瑟，不要怕，尽管娶玛利亚做妻子，因为她怀了孕，是由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他要给他取名叫耶稣。
因为他将拯救他的子民脱离他们的罪。我们要来进行点烛，由翁炳宏执事点燃第3支蜡烛，这是牧羊人之主，提醒我们牧羊人听见基督降生的宣言时何其喜乐，预言已经得到应验，人们引领盼望的弥赛亚已经来临，所有热切寻求的人满心欢喜。今天点燃第3支蜡烛，我们要宣布喜乐。在黑暗中，我们看到光，我们就喜乐，因为这一位主透过天上星星，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的灵，宣布在患难中，我们仍然有他来鼓励，仍然给我们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为我们而生，以马内利是主你给我们的应许，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这一生不孤单，使我们这一生，即便我们做错了事，有主你用慈神爱所带领我们走正义的路，这条义路是主你所圣名带领的，也让我们在苦难中，我们有盼望，有你鼓励我们，有你在我们里面有力量克服前面的路，以致我们即便是患难的环境，不看患难，单单仰望你，我们心就喜乐有盼望。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耶稣他爱你，耶稣他爱你，让我们就用这首歌来回应爱我们的神。耶稣他爱你，所以他愿意从天上为你降生，小小马槽里。耶稣他爱你，所以他愿意为我们带来盼望平安的消息。耶稣他爱你，所以他愿意代替你我的罪，献上他自己。耶稣他爱你，所以有圣诞节，他要把爱的礼物送给你。所以唱一唱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这个声音很熟悉，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感受，因为是神为我们所付上他的代价。叮叮当，叮叮当，听到这声音，是代表神跟你说，他很爱你。喜洋洋，他们对你带来幸福，大家喜洋洋。让我们一起拍掌来唱这首歌。耶稣他爱你，所以他愿意从天上为你降生，小小马槽里。耶稣他爱你，所以他愿意为我们带来盼望平安的消息。耶稣他爱你，所以他愿意代替你我的罪，献上他自己。耶稣他爱你，所以有圣诞节，他要把爱的礼物送给你。耶稣他爱你，
所以唱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你看他呀，不必风霜，面容多么慈祥。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他给我们爱幸福，大家喜洋洋，所以唱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你看他呀，不必风霜，面容多么慈祥。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他给我们带来幸福，大家喜洋洋。他给我们带来幸福，大家喜洋洋。让我们一起拍掌，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来呼喊哈利路亚3次，预备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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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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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让我们在神的宝座前献上我们的敬拜，也让我们高举我们的双手来扬声敬拜他。在你宝座前，我献上我的敬拜，我高举双手扬声敬拜，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在你宝座前，众天使匍匐敬拜，让万国万邦在天上说，愿救恩归宝座上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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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救恩都归给我们的神，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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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让我们的赞美的声音直到永永远远。再一次来用这首歌来赞美我们的神。在你宝座前，我献上我的敬拜，我高举双手扬声敬拜，愿救恩归宝座上的神。在你宝座前，众天使匍匐敬拜，让万国万邦在天上说，愿救恩归宝座上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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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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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给我们的神，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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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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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让我们拍掌，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在那宝座上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神，谢谢你引领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今年的一年当中，让我们时刻有你。主，谢谢你，因为有你丰富了我们的生命。
谢谢有你，也充足了我们的生活。主，一切都是因为你，因为你为我们献上的这一切。主，我们谢谢你。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神你就亲自差派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灵与你的灵安静在你的面前，让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渴望你，让我们渴望你。谢谢主，谢谢主，赞美你爱我们的主，我们也爱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神知道你就在这里。让我们的灵不仅安静，也降服在神的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你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你要见你的荣耀。神要遇见你，你愿意开你的心门吗？让我们再一次来唱。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神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
宝座要设立在这里，要设立在这里，设立在这里，荣耀同在，荣耀同在要充满在这里。来迎接神的同在，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充满在你当中，在你的难处，在你的苦难，或者是在你顺遂的时候，向他来求。安静在你面前，谁知道你就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有神的荣耀的同在，说求你的荣耀的同在，现在就充满我，充满在我可能现在我在担忧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充满在我苦闷的心情里面。弟兄姐妹，开你的口，领受神的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说圣灵啊，求你来充满我们，因为你就是要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得自由的神。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主你带降的日子，在我们纪念，我们要宣布喜乐就充满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以马内利，是与我们同在，你赐下你的智慧，你赐下你的丰盛，因为你来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啊，你说我来就是要使你们得自由。主，谢谢你，因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你的真理必叫我们想起你的话里，你的真理必叫我们指明能够得着你丰丰富富的恩典跟你所赐下的自由。主，我们知道罪捆绑我们，但是因为你来就是流出宝血，要洗净我们的罪，要把我们控告我们一切的字句都要涂抹掉，就要消除掉，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圣的宝座面前，大大张口。主，你就应许说要大大充满。主啊，让你荣耀的同在现在就充满在你的殿，充满在我们心里面，充满在我们可能挂虑的那件事情，因为你荣耀的同在，这些都要被释放，都要被除去。谢谢主，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来悦纳。今天我们所祈求的，愿你来成就。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真理，愿你来帮助我们存记在我们心里面，反复思想，直到应许成就为止。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好，如果没有感谢主，我们依然能够在这里一同敬拜教会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第三代降节的第3主日那我们要分享上帝同在的喜悦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经历了你可能就是会从心底大大的哈利路亚
但是哈利路亚不要只是一个好像口号一样，哇，大家来喊哈利路亚。但是真正的你心里面有苦闷，你叫我怎么赞美得起来？但是就是要在苦难当中，你就呼喊神的同在，哈利路亚，赞美他的时候，就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随着我们，随着你所要分享的对象。所以我们透过今天带将我们要宣布上帝的喜乐与我们同在。我们有松大主日今天在第2场有这些的社区的朋友，我们在代祷当中为他们来祝福。那有退休的传教师的奉献主日，愿我们纪念他们过去在教会服侍新老，愿主来赐福在他们的当中。那我们1月8号，因为31号跨年隔天就是礼拜天，所以我们会挪到1月8号来举行明年度的圣礼典。所以要报名受洗的，在12月25号前向牧师或是行政干事来报名。我们在明年开始一样继续有迦南之声，也有我们的新任的执事他已经创作了新的这样的一个经过，就是片头片尾的音乐也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来猜猜看他们的创作，他们的这些就是歌这些音乐的什么我不晓得，还没有告诉我，但是到时候一定会让大家一起参与有奖品来鼓励大家那新的年度我们也会从以斯帖明年1月开始，从以斯帖，然后约伯诗篇、撒母耳下我们上已经读完了，对不对？我们要回到下，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在透过这一些的安排，透过牧者的讲道，透过我们的迦南之声，每一天有没有收听？弟兄姐妹别的教会都要收听到美国去了那不是牧者都会讲，而是说圣灵要透过每一天的这样的一个迦南之声经文来提醒我们，也配合我们的讲道，让我们更了解、更明白我们现在所要做的。过去我们看到每一个这样的安排跟我们的现况都是很符合的上帝透过我们的需要，能够透过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教会也有补助试册定价1400，如果每人支付700你可以向小组长来登记，我们12月25号来缴款领书。我们2023年的福音月历已经到了请向你的小组长来领取你一个居所，你一个房子你就领1份。有人说牧师我有2、3间房子那你就3间就领几份？跟你旁边说3份。所以如果超过这个你要另外加买，你就来向小组长来申购，或者是说向苏金长老还有张玉关怀主任。好，那1份是100块好。我们先来看有一段的圣诞嘉年华我们千年牧区不是这个是我们的报家宴圣诞老公公的报家宴在12月17号下午4点到4点半4点半我们会在远东百货我们在它的前面那期因为现在有封起来，但是我去看过那个地方还不错了人来人往，我们可以在那边一起来分享福音的喜乐好，那我们今天礼拜天每逢礼拜天每一天有晚上8点是开箱嘛，对不对？只有1份礼拜天是最大的放送，所以有几份知道吗？有10份，跟你旁边说有10份的礼物在中午12点，在1楼的教会1楼圣诞欢乐送开箱的活动请我们很踊跃，这个小朋友都很踊跃，你知道吗好，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影片怎么那么多玩具啊？
你不知道吗？这些都是迦南教会要送给大家的今年那的圣这些诞节礼物啊！玩具跟圣经有什么关系哦？我们而且今年就不止这些特别哦，跟现在台面上已一些经放满满圣经还有很多的连隐藏的结哦玩具。没有放出来。该不会后面那把刀也是吧？这把当然也是喽。迦南教会这次2022年圣诞节礼物真的超级大方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把有多大。哇，抽中！啊，而且它还可以发出声音哦。雨随天缘音柱的大刀。嗨，我是美味蟹堡。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变成为圣灵的宝剑从哦？ 12月1号不晓到得25号，每天星期1到星期6的晚上8点，我们都会在线上跟大家一起直播开箱这些玩具哦。然后礼拜天呢、非常特别，中午12点我们会在迦南教会现场开箱，超级期待的。每天都会抽出1位幸运的观众朋友，然后可以将我们开箱的玩具带回家。哇哇哇哇，这太厉害了！这期间呢，其实是待降节。那什么是待降节呢？大家应该很好奇，其实就是在圣诞节准备的前夕哦。这前几个礼拜都是要待降节，前4个礼拜呢将会点这个紫色的蜡烛。那为什么要用紫色呢？象征着庄严跟尊贵。然后每一个主日呢点的蜡烛分别是象征着希望、信心、喜乐跟仁爱。第5个礼拜将会点上一个特殊的白色蜡烛。那它就是象征着基督是世界的光。除了每天都有圣诞节礼物之外呢，我们还会有牧师给我们的经文哦。经文真的超可爱的。哇，真的好好奇牧师怎么把这些人物角色、动漫相关的背景跟经文结合在一起。感觉会非常有意思，因为你要知道每一个动漫角色它里面的意义都非常的深。那请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哦。我们12月见，拜拜。拜。好，我们有持续有这样的活动，平常在家里晚上8点就可以连线，然后 Google Meet 来参加开箱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你要上网去报名哦。好，那我们已登记购买圣诞糕的会友哦，我们在今天及下个主日礼拜结束后在1楼向同工来领取圣诞糕。那我们有青年牧区主办的梦幻圣诞这圣诞市集，我们先来看一段的影片。我们在12月24号，大家都知道这一天晚上是什么时间吗？平安夜，对不对？所以我们在12月呢，都有很有意义的这一些过节的时间，因为这就是教会的节日。那我们在12月24号呢，就邀请许多那个义卖的市集，然后来到我们当中。那这是一个否全教会，不只是青年人自己办活动哦。所以我们从中午开始到下午的时间会有圣诞市集。那我们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呢，这2个玩具，他们2个就在聊天说，我们这个圣诞市集是在什么时间？那下午我们的圣诞市集会有一些义卖，有一些我们跟一些机构合作，然后他们来义卖的时间，所有的收入都是否他们，因为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有许多的机构他们是做很有意义的事情，但他们的收入或是各方面的资源比较短缺，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市集能够来帮助，来一起来支持在圣诞节带来盼望，带来生命。而且晚上还有别的晚会，还有换礼物哦。那是什么？以物，来，以物念3次，念快。以物，懂了吗？懂了。很好，你也有那个门票了。只要带着对你来说很有意义的礼物来跟别人交换就可以喽。那我是不是可以用我的眉毛搬到一座充满蜂蜜的大房子呢？首先你要有眉毛，你的眉毛看起来像修上去的。尊重哦，你自己还不是一样？有梦最美，带着对你来说很有意义且愿意跟别人交换的礼物吧。是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呢？这个吗？这个活动的时间和地点报给您知。2022年梦幻 Christmas 市集 Dreamy Christmas 就在12月24号
中午12点到下午5点的圣诞市集，以及晚上6点到8点的梦幻晚会，都在迦南教会中华路49号，还有33号2楼。所以，我们晚上的时候呢，可以邀请大家，就是你带一个对你来说有意义的礼物，然后我们在晚会的时候会来交换礼物哦。那在这个活动里面呢，不只是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其实这里面会有一些吃喝玩乐的活动，很适合带福音朋友、带家中的年轻人一起来。那在晚会的时候呢，我们这次的福音就是传福音跟分享福音的方式很特别，我们是用交换以物易物，带一个你觉得有意义的礼物来，彼此交换的过程中会惊艳到这个福音哦。那这就是我们青年牧区今年办给全教会的圣诞活动。好，我们谢谢我们青年牧区的同工啊，非常有创意，然后我们看到他们也。这个影片越做越棒哦。然后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要用什么诸般的智慧，就是用各样的智慧，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同得福音的好处哦。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透过这些的创意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带领福音的朋友。那我们的青年儿童牧区也举办的宝贝传说哦，我们也透过邀请我们的洪桃妹老师或者是刘斐如老师我们一起来经营，也预备明年4月的亲子礼拜，我们可以邀请慕道的朋友一起来参加让他们小朋友也能够从小能够遇见主，领受上帝的同在。我们在这个礼拜6，我们最近也是喜事连连，虽然有丧事但是还是喜事连连，连续的3周那昨天有一场那这个礼拜6也有一场王威达弟兄他就是在我们教会洗礼的年轻人那跟玉欣姐妹他们都在立主长老那一小组我们来祝福他们。我们可以在礼拜6上午10点，虽然你不认识他，但是因为你的参与来祝福这对年轻人，可以更委身在这个教会，然后一起来服侍所以在本会的这个2楼礼拜堂举行结婚礼拜。我们在今天下午昨天是举行月珠长老娘的入殓跟火化礼拜那在今天下午1点1点在我们这边举行告别礼拜，下午3点半会到天品山庄来做安放的礼拜，愿主来安慰遗族，还有与他们同在。那我们在下个礼拜2这个礼拜2我们13号会在早上8点在桃园市立殡仪馆为我们志祥长老的妈妈黄湖盆姐妹来举行入殓跟火化。那12点半回到教会来举行告别礼拜。那下午会到金山平安园来举行安放礼拜。有这样的一个哀伤的事我们与哀哭人同哀哭，愿上帝来纪念大家的参与。好，其他的就我们自己来看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马太福音4章16节再一次，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马太福音4章16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出于甘心乐意。弟兄姐妹，你明白奉献的意义吗？如果你明白你就让神的恩典充满在你的身上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
应当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则已得刚强，贫穷则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则已得刚强，贫穷则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能再次来到这里敬拜赞美你，聆听你的话语。你是全能的上帝，你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上帝，你是使我们在困难中有出路的上帝。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当我们在黑暗里的时候，你必赐亮光照亮我们，使我们有盼望，使我们在指望中有喜乐，在患难中有忍耐，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此，我们献上我们的金钱作为圣工所用，愿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坐下前，彼此来祝说，在你的身上必有美好的事要发生，在你身上必有美好的事发生，请坐。在你的身上必有美好事来发生，是因为我们生命中有神的话，还有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一起来看今天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话，我们要大声来宣告哦。预备好了吗？来，请。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以往住在死荫之地的人，现在有光照耀他们。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将赐给我们，他要来统治我们，他将被称为奇妙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亲，和平的君王。他的王权将继续增长，他的王国永享和平。他要继承大卫的王位，他以公平正义为统治的基础，从现在直到永远。上主万军的统帅的决议要成就这一切。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是万有，创造万有。主，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你是教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既这么伟大，却你谦卑，要降生成为人，甚至为我们死，然后升天，赐下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生命里成为以马内利与我们的主。谢谢你，让我们现在有心跳，感受到你在我们的心跳里。谢谢你，让我们听见你对我们的心要来说话。谢谢你用你钉痕的手抚摸我们受伤、疑惑、不解、冰冷，像石头一样的心。你温暖我们，让我们此时此刻安静在你面前，全然的仰望你。愿我们听了你的话语，照这样去行，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祝福、赐福、引导，
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那个美好跟喜乐。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的生命是正在黑暗中吗？如果是的话，应验牧师要恭喜大家，因为我们的生命在黑暗中才能看得见那个亮光，是吧？越亮的地方亮光其实不明显，但因着黑暗，亮光就亮起来。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说一天是从白天到黑夜吗？还是从黑夜到白天？没有错。如果你看圣经，一天的开始是从黑夜到白天。在旧约的时候，神创造天地，早就宣告我们人会在那黑暗中，而我们的主在几千年后，在新约，在人犯罪之后，就告诉我们有一位婴孩为我们生，他带领我们从黑暗到光明，以致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这一生里面，不管有多长，但都不可能是很长很长到永远。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愿意相信这位永生的神，那么我们的一生才能跟神的永生是连结。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来认识，我们人生就是这么不简单，是吗？同意的人请你举手好吗？哇，感谢主，没有举手的音乐牧师要恭喜你，不然就是请你要醒一醒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真的不容易呀。有人说人生像一座山啊，山那样高不可攀啊，像音乐牧师大概没办法爬上那么高的山。好，即便跟你爬上了，即便我们得到我们所要的这个权势，每次我们参加告别式，特别是那出殡的行列里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灵车后面，牧师每一次都会提醒，有牧师会提醒说，那个灵车后面载的是什么？是遗体。后面载的绝对不会是遗产，因为遗产是要留给别人的。那么人生一座一座山，我们即便可以大到那个山，但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有没有问过吗？我这么努力要一座一座一座，为了什么？跟我一样不敢问是吗？对，问了会伤心难过啊。我比别人努力，但我现在还在那个低谷啊。人生像一条河吗？那样深不可测。特别是它川流，像河一直走，一直走过去。现在我明明看到哇，这么好的风景，但下一秒我已经下到那个坟墓旁边的河。那我正要在体会的时候，我要了解，我要反应过来的时候，又下一个了。人生像一条河，那个风景不断的换，我来不及回应的时候，我来不及学习，我好像刚刚才学会，我好像刚刚才站在那个位置上，我刚刚才享有的时候，我就已经过去了。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问过我们自己吗？或许真的不敢问，因为问了会生气跟懊恼。早知道，人生像一场梦。在诗篇73篇，这个诗人他看到很多人，哇，他自己也曾经这个辉煌腾达。这诗人但是他看到那作恶的人好像比他更好，有没有觉得是这样？好像那个黑道的我们好像那个不是那么好的人，或者是好像我们看到他明明违法，或者是他是灰色地带的，他却飞黄腾达，日子过得比我们好。人生像一场梦，是。我们有问过我自己，那么努力为的是什么？我这人生为的是什么？我们不敢问，因为最好你不要问，问了你会怕。因为梦醒时分，
如果人生是梦，梦醒时分就是你告别式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说，我们死了，我们就是睡着，睡着就会醒来。但问题，你醒来，你醒在哪里呀？人生结束了，身体已经毁坏了，已经烧掉了，灵魂永远不会灭。那么，我们的灵魂就是梦醒时在哪里？是在耶稣基督，在好的无比的神那边敬拜，每天敬拜神，像天堂、黄金城，醒来在那里，有天使来列队欢迎你，还是我醒来的时候，是在那永远活湖？因为每个人真理是有一生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不管什么宗教都一样。如果我们有看那个韩国很有名的《与神同行》，我们就知道，那描述了很多死后那个审判。我们需要有个需要有个辩护官，我们需要有人替我们辩护我们可能做的那些错的事，有人需要有人替我们承担，就是这一位。我们死之后，在那阴间会亮起来，因为有人替我们承担。因为我们在被审判的时候，就像那个录影一样，嘟嘟嘟嘟嘟，而且不是只有录我们外在的行为，而是录我们的内心。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你的内心想什么？你是不是真的全心全意在敬拜这位神呢？我们的神已经看见、听见，也录起来。当我们跟他面对面，梦醒在神那边的时候，或者是梦醒在那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对这个事情负责任，而我们会被判刑。而在我们被判刑的时候，就是一命偿一命嘛。这位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像小婴孩一样，那么无助哦。像小婴孩，像长大青少年，像大人一样，他做了很多，带领很多，传福音，没有做错事，什么都做了，就是没有做错事，但他却被唾弃，被钉十字架，被判刑，在那个最苦的十字架那个刑具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领受、感受你我都感受到的。被唾弃，被冤枉，被看不起，他替你我来受刑，他替你我来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是以马内利的主。如果我们心里有曾经说，你们都不懂啦，谁能同理我？你们不懂，你们不是我，你们不能懂。对，人不能懂你，但是这位神，以马内利的神可以懂你。因为他是与你同在，他什么样的苦，什么样情绪，他都经历过，所以他懂你，他能够承担你。本来我们该死的，但他会替我们死。他跟我们一样在黑暗中，记得吗？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受苦受难，然后死了以后3天在哪里？在哪里？在阴间，就是人死了之后的阴间，他也在那边过。我们是还没去了哈。他在那阴间里，他也要成为那我们奇妙的导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黑暗中，这一位神他是大光，他阴间都去过，他也从那边复活了。恐怖的黑暗中，神成为那个光，照我们。也因着我们的心，我们在黑暗中，我们被神光照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原来离了神，原来是我们自己做错，我们还自以为是，就回转吧，就回转归向神吧。或者是我们在黑暗中，我们觉得很冷，但神的光照我们。
我们觉得没有人理我们，怎么这世界这么冷淡？怎么这么没有人情味？怎么大家都远离我？神的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温暖。奇妙的导师，他原来是说奇妙的测试，其实音乐牧师会更喜欢，因为奇妙导师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测试就是他智慧的谋略者，意思就是他所做的事必然成就。这位神他所做的事，他引导我们，他带领我们，他必然成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活不下去吗？只要有一口气在，我们就是见证。我们不想活吗？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丑，我们觉得自己没有用吗？活着，一口气在，我们都美。义牧师的常常讲，只要活着都漂亮，是吧？只要有一口气在，我们都是可以成为神的见证，我们都可以见证这位神怎么样在那黑暗中照亮大光，使我们醒悟过来，使我们有温暖。这一位婴儿长大是成为我们的主的，他也是全能的上帝，是我们问题中的答案。因为他完全已经得胜了，他哪有不行的？特别是我们身上的这些重担哦。其实今天这个经文是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这个时代背景是在哪里？在耶稣出生700多年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直读的尼希米在主前多少？400多年前。但700多年前那是什么时代？哦，当然就是大卫之后，所罗门之后，这个国家变成分2个，一个这北国，一个是南国，而北国有10个支派。那时候他们怎样得罪神？因为他们心里很害怕，哇，耶路撒冷是在南国，我们这里没有神的圣殿啊，我们就自己弄一个圣殿，弄一个自己想一个，得罪神。那时候的王国亚述王。亚述帝国，当然神借着他的手把他打败。这时候以赛亚先知就说：“你们要悔改，悔改，悔改，不然亚述会来把我们打败。”这话有没有应验？有。以赛亚先知甚至于不只是讲亚述会被亚述来把北国打败以外，甚至我们的神透过其他的先知耶利米也告诉南国啊，如果不悔改的你们也会被，不是亚述咯，没有永远的王国啦，再强都没有永远的王国啦。亚述多厉害，很2、3下也被后来的什么巴比伦给打败了。然后南国被谁打？南国就是被巴比伦给打败啦。那么你会觉得哇，那感觉巴比伦比亚述厉害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读到尼希米的时候是什么时代的？是什么王国了？波斯啦。所以你看，亚述、巴比伦，然后波斯，有永远的国吗？没有。所以现在的美国，现在的你觉得是强国的，很抱歉，在神的眼光都没有永远的，只有这位神是全能的。而我们的主早就预告，因为他说了必要应验，应验在现在。应验到耶稣基督诞生，我们所承担的这些苦，神早就知道，预备了够用恩典，这些都要帮我们卸下，是我们问题中的答案，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完全得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说，我这个有够气，我不可能，我就只有一件事不可能，就是我们不能饶恕那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看那个人被处罚，你想看那个人不好，你想看神伸手来处罚那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心中的痛永远没有办法因为别人受遭殃而我们得医治。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爱跟饶恕。我们不可能因为看到别人的痛而我们得到医治。不可能，真的不可能！相信我，相信上帝，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因为这位神是爱，他像父亲一样，他是永恒的。在我们困境中，他要给我们出路，他要带领我们。
你说叫你厉害哦，对，他就是这么厉害。怎么样厉害呢？就是再次要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办法原谅，你没有办法爱，尤其在这圣诞的季节里。今天开箱，我先预告，我们今天的挑战会跟这个有关。今年圣诞节，好不好？我们就是爱跟饶恕。你有没有经历过，你跟谁没办法和好？就是今年，神要再次说，孩子，你心很痛，你被伤害，神知道，神医治你，但不会是因为别人受遭殃，别人的痛会来医治你，不可能。祝福他吧，至少我们在神的面前中，在冲突的时候，我们想到他其实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他在这么多世代，我们刚才讲了亚述、巴比伦、波斯，到后来，哇，还有罗马是吗？到现在哦，到永远哦，他是和平的君王。即便耶稣出生之后，希律王想要害他，是吗？还假仙，对不对？那3位博士跑来问他，他还假仙，给仙了哈。啊，你如果看到他，你要来抱我，我也好想去跟这个基督这个婴儿哦，啊，这个耶稣哦，我也要献礼物给他哦。这个国王的这种心呐，这君王这种想要抢夺的心呐，国跟国之间的这个战争，人跟人的这个争吵冲突啊，我们的主也要告诉我们，这个婴儿为我们生。他所有的履历已经告诉我们了哦。再一次说，他是奇妙的导师，他说到做到。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他是全能的上帝。我们没有办法饶恕的，没有办法爱的，这位全能神会爱我们，在我们最低谷，在那个死荫的幽谷，神都有办法。在那冲突中、争吵、争乱中，这一位都是和平的君王。我们有经历吗？我们有在那苦难中，我们正在那危难中吗？大家都知道，2个礼拜前我的母亲告别礼拜，3个礼拜前她过世。我重新想到这个家庭怎么样得到主。我的外婆她是当时候第1女高，就是北一女毕业，她嫁了一个林家士林很大的家族。但是她先生在她生第5个孩子2个月去日本出差，就在日本过世。当她先生过世之后，她以为她有最好的这个家族林家是成为她的支持，没想到在那个时代，先生过世之后，所有她的家产，先生的家产全部成为林家的充公，她再也什么都没有。一个现在的北一女毕业的女生，她正好遇到日本的战乱。她怎么样一个寡妇，就是被家族人欺负。她带着孩子去到日本人走了以后，她就去买日本的房子。日本房子很大，但我们知道日本的房子，他们走了之后，他们有些会怎么样？要走之前，他们会为了这个效忠，他们会切腹嘛？切腹，然后他们会把他们的身体遗体会放在哪里？庭院的下面。我的这个外婆很厉害，一个小女人个子不高，带着5个孩子，最小的才2、3个月，就进入那个大宅院，中山北路，你只要看那个大宅院，日本的军官走了以后，他就去买，一定是最便宜的，因为那里面都会死人啊，都会切腹自杀，很厉害，很聪明，对吗？但到晚上天黑深夜的时候，再怎么有智慧的女人，她都敌不过那黑暗，看不见的，感受得到的。半夜她就会开始一直尖叫。我的妈妈那时候已经国小，也会跟着尖叫，因为有一股力量抓着他们。我妈妈说，她很清楚的看到那个勒痕，每天晚上，在这个晚上黑夜里，一个北一女的，再怎么样有智慧都没办法克服。这时候，在阴间黑暗里需要的是光，
他们就把房子租给台大建筑系的，是基督徒中山长老教会的会友，把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光介绍到这个家族里。我的外婆信了主之后，从此没有那些再来找她，她的脖子再也很干净，晚上就再也很好睡觉。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在死荫归里，我们在黑暗当中挣扎，这个哀嚎吗？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去传，神很爱我们，他不会不爱我们，但是他也不会更爱我们，因为他已经爱我们全部了，他不会更爱我们。亲爱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发出求救的讯号。当我们听到或我们感受到我们身边的人真的在黑暗中，他们需要光，好不好？我们发出求救信号，我们才能够接受拯救之光。就像发生在我妈妈、我外婆家的事一样。如果我们不发出光，神会拯救；发出求救的信号，神会拯救我们吗？会，但是我们就迟延了，好不好？我们也成为那个使者。我们成为身边的人的祝福，我们成为神的光，因为耶稣爱你，耶稣也爱我，耶稣爱我们每一位，爱每一位他所创造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好不好？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一起来领受神的爱，他的光要照在我们的身上。生命中，因为主你就是光，我们不是光，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发光。但主，我们能够有光，是因为主你的光照射我们，我们能够反射出去。主啊，我们可以成为那个见证，我们可以成为你光源反射出去的那见证者。主啊，如果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办法透过我们发光，反射出主你的光，是因着主啊，我们的心受伤，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没有被主你所磨光。主啊，我们现在正在患难，我们现在黑暗中。主啊，我们现在正像在死荫的幽谷中。主啊，我们没有抬头的时候，主，我们就没有办法反射主你的光，我们就没有办法亮起来。主，谢谢你是奇妙的测试，奇妙的导师。主，你是全能的父。主啊，你是和平君王。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你再次对我们说话，
特别对我们的心说话。你先让我们的心因着主你光的照亮，我们的心柔软了起来，因着光我们温暖了起来。我们原来以为我们的心已经硬掉，我们是硬心的人，但主原来是我们遮住我们自己不看你。主啊，当我们仰望你，我们看你的时候，主你的光照亮我们，主我们就亮起来，我们就温暖起来，我们就像那植物被阳光一照，主我们有了能量，我们能够长大成熟，我们可以成为见证，我们也可以做见证，使人遇见神你的大光。在这世代，我们需要主，需要你带领我们，我们需要这好消息。即便我们现在正处在那坏消息中，但主你好消息已经宣布，即便我们在困难中，主我们呼求你，主你给我们力量，主你鼓励我们，你成为我们的能力，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喜乐。谢谢主，愿主耶稣基督拯救之光临到你们以及你们所关心的家人，使我们温暖起来，活起来，因为这位主是有复活大能的。天父上帝耶稣基督的爱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完全医治，使人跟神和好，跟自己跟他人和好，成为我们的支持跟引导。圣灵保惠师随着我们回去，从这里出去，回到我们的家，回到任何的一个地方，工作、学校，甚至很阴冷黑暗的地方，我们一到就因着主你是光，我们就闪亮出，发出那个光，我们就带给这世上温暖。因为今天的天气很冷，这个世代很冷很黑暗，谢谢你与我们同去，使我们发光，我们发热，使我们有你的平安与喜乐，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唱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你看他呀，不必风霜，面容多慈祥。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他给我们带来幸福，大家喜洋洋。他给我们，他给我们带来幸福，大家喜洋洋。感谢主，我们是幸福的人，我们要喜洋洋。今天我们的礼拜就到这里，请坐。我们可以互道平安，带着神的喜乐回去吧，平平安安的回家。